卖人讲退休的听错为了唔得到主案呢。花样同学会到时会有一对来宾，有意头摆的同学完成梦想。今年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來圓夢呢？都要挨應用評論員能向下展開一場匹配的同學會啦。我多啲下唔是以煩惱事業以後，你啊人學就本來係個生活上嘅創新，所以講啊，當日花多啲嘅時間最留幾啊點做，係種心靈最大的寄託啦。可能夠出去表演吼，也係深態信念啦。今日咧做個阿芬哥伊同我約睇呀，也只個案發的呢，我用嚟潛意咯。以前就同我講。談論音樂行路錯嘅，剛才嚟談課那是用音樂冇。哦，有哦，有談課上嘅哦，啊你上行動會有人睇彩色喎。哇，真勁呢！你看這畫面一講誒，阿芬哥。你好，歡迎。一個看起來像係音樂才子嘅阿芬哥，其實學薩克斯風能雙眼天天，行後生家下嘅兒，如從大部分嘅某啲後生子弟用嘅，是上台北來打天下，甚至還是開個豬肉檔賣豬肉，而唔係去到台灣各地賣蘭花，唔過最尾還係貴到冇啲。喺平陽蔬菜可以一間傳堂，是講根本嘅用我來到山鄉盤薩克斯風呢。阿芬哥，你會睇安你嘅蔬菜練薩克斯風？今日啲環境真好啊！你看安翻喺晒嚟，嗰邊就中央山脈呢啊！我說我哋當一啲盤嘅時候，心情就當爽快。還有迄個人家年年多按的，只能就按的修身養性哦，冇見去煩惱生意的哦。啊，冇睇路卡練係咪？哎，都話練千位超多人哦，超多人夾百年賽得三條人就講牌子做唔得咯。一邊路冇通過咁多手睇位。人就下擺後尾嚟調看天啊，哦，其他都冇就老鷹要嚟人哋飛上嚟看到也真爽快啦。真嘅，本人分享咧。咁當初儂會托一個樂器來練啊？啊，頭擺吼，細就看啊。堂哥吼，盤咱的千餘位意境吼，真羨慕啊！伊韓式路喎，韓式都盤啊，韓式啦，家己就較大嘅啦，因為愛韓式就較大啦吼。剛好都看到伊睇，嘿，那就很率勁的感覺啦。我冇等下，然後去潛機嘛。伊啊，還有睇。有啊，佢還有盤啊，佢當我去咬下練啊。真嘅。係啊，我嘅相關能量啥向下練咧？哦，好啊，咁冇人哋媽咪以前來夾個個人潛機。好啊，咁人哋個人盤好誒。我有人來個人潛機啦。哦，你係一片個人，太片咧。誒，呢塊咯，你看到都牙狀。你睇哪呀？阿龜哥，阿龜咧。哦，你好喎。睇做事咩？阿龜哥，睇無限咩？我帶人來了。我跟堂度呀。參錯嘅嘛？叫我叫冇嘅。係啊。冇啊。係先啊，依邊嘅阿芬哥啊，伊講伊會盤嘅薩克斯風啊，係哦，阿芬哥，係啊，係啊，啊唔要拿下來嘛。安尼翕個人道安尼，伊講伊韓式，係吼，條擺細細嘅啊，我帶佢哋啊上學，聽下睇伊叫呢，安尼哦，聽有叫呢，哦。阿貴哥自細如果好教樂器，頭擺睇真正從事頭路嘅時節，又加入康樂隊，都安尼學校為薩克斯風，有陣時還去接樂隊嘅安尼盤絲所面。
見有人家做好壞事落去表演。不過下後阿國個認真飲食習慣的關係，可以上代上到個厲害，盤樂器路邊加個實力。就算安尼，亦還係堅持來繼續教音樂。阿都見還有睇盤薩克斯風，還有，係哦，還係同校路係嘅。懂興趣嘛？哦，哎呦，那嗰時千位盤哦，佢後生都去盤嚟千號哦，都從那到台北市一票票咯。哦，安尼。也下其實講轉嚟，嗰個聲帶吼，最有些嘅舒爽啦。盤到雖然冇以前暗吼，但是佢千有興趣哦。哦，那擺就當有練心了。安尼也對一種嘅音樂係一種摯愛啦。嗰個盤係，咁唔用嚟去前幾條歌嘅喏。寬譜。簡譜哦，魯威，五線譜沒威哦，五線譜啊，很厲害。五線譜簡單啦，五個手指出來，五條線啊，咪嗦西嚟嚟發，簡單。可以給豆芽菜嚟奶，哦簡單哦。嗰種拿到譜唔魯威。咁正經。安尼等下去控也咪下喲。當然啦，唔咁掂，安尼咧試劃。佢費心要準備譜誒，我來考唔看啊！而家等下嘅我來談你兩三年盤，好冇？好。咁唔係寫愛做，係愛做一張妹妹。啊，老天數做題意。誒，做題意好冇？咁我談你。做太累嘅。好。爽快。唔是做。唔是做誒咩？好啊，今日你都拿薩克斯風來哦。好冇？好啊，好啊。講到薩克斯風，阿貴都一定歡喜一定聽，我咪開始蒙定伊嘅演奏誒。好，阿貴講已經完了哦，那係呢？呀，薩克斯風看起來有歷史呢，也有多年了呀。呀，22年。哦，安久誒。哦，頭都講我愛看譜係咪？我哋費心咩計劃一路拿來譜，即時考你啊！好，你看那聲好嘛？思維睇車站嘛？做得了。哦，按你做得沒？那你要不要馬上來盤看啊？好，按你做得嘛？海闊天空，做得。好。好。有哦，真勁呢！馬上看路做的，哎呦，安厲害呢！有時咧功力咯。人哋係係啊，一個睇下一堂都地來。好。得啦。好。好。你講過啊？佢奇妙呢，一個薩克斯風啊，唔講唔係佢換得有嘅樂器，唔過一兩兄弟啊，感覺伊能對音樂嘅養分啊，佢奇妙。啊，阿個歌呢，伊唔聽得出伊嗰種嘅上代有細胞問題啊，唔過伊很係佢堅持，想要對伊後生時節，伊可能投入有關呢，韓國伊興趣個人都轉來，很係盤啊，個認真，尤其哦，人哋偷偷聽伊音盤音好，嗰種油練呢，很係我感覺嗰種軌道伊後生家下，哎呀盤下咧，嗰次咩我都係唔看得出伊對音樂真勁係個熱情呢，一兩種聽啊，講我嗰次，沒有想過啊，剛才萬世好嘅樂器我養起來冇呢，我按嚟想。下山過後已經暗昏呢，阿芬哥有眼能來到伊嘅禪堂參觀，伊行緊嘅禪堂，農路聽到細細聲嘅音樂呢。
嘅就啲練咯。老娘。哎呦，哎，哥哥，那个下家哦，哎呦，然後阿平哥也上邊係。人中啊不養啦，也中啊就朋友會歌會少啦。那係認識兩三次面，對啊，用嚟認識咯。那都特別注意邊係特別茶本熱贈咩？佢溫啲呢啊，溫柔啊，不說慢慢嚟見數是叫嘅哦。本來客戶變朋友。啊，變朋友嘛，我都已經本身啊就要學過打鼓嘅，要學過跳三太子，做過一朵事情啊。學打鼓誒，日本太和鼓。大表演，我嗌到跳三太子啊，真係㗎誒，佢沒有學，拿相片本看咯，有人記得用嚟跳下。係喎，有的唔記得就好，對吧？對，嗰時太陽位啊，然後對的，你也可以知道太陽位，然後對不對？我們要按。有沒有按你係頭？哦，對，嘿，我有一個哦。會哦，你有沒有？阿飛哥兩公婆認真工作的關係，對民國82年起時，如同大家認識到一下。自從阿飛哥邀阿芬哥參加為改到社團活動過後，大家嘅關係又加很過好，甚至鄉下去學盤薩克斯風過後，韓國係時常去鄉下相互交流練習。你練有一年只能夠一禮拜會練2到最少，2日最少。太假強啊，但是都冇卡太假日只有練幾啊點鐘啦。哎呦，那認真哦。個冇卡練咯。爬山噶哈，你兩啥？哈。嗱，我練吹嘴啊。係啊。你拿起來冇，都做一盤。三步係一盤哦。係哦係哦。有練嘛嘅喏。電音。係啊。哦，按你練啊！一個係戲，練戲、練電音、練三馬，得。哦，三馬咩愛？冇就練個小房出嚟。哦，練那個。也係基本功，係咪？哦，一個是假使嗌一下來盤，嗌盤嚟出聲哈。你是看你嗌搞唔會啦。好。按你最先慢啲一啲咧，行下慢啲啦。哦，單步踱嘅，踱嘅係。單步踱嘅。踱定係，然後吹出，然後吹氣，就像吹氣球一樣。做對咯，嘿，嗱，就按你感覺，成日取要兩個鐘報酬去出發嚟咯。而家都做個掉落掉了。俺身馬會逼逼呢，也是慫呀。因為你正這個還太早啦。你試試看。是看啊，某些漢就變到音樂家了。佢有嗓音啦，就掉了。俺要速成班嚟夾嘅啦。哦，可以讓我圓夢一下。俺高中嗰時候好呢。好，按做的。哎呀，甜水高材生哦！我按什麼都是一樣的音呢，怎麼會？如果說你要按變，就是說你要按裂哈，按裂按呢，聲音就會改變哈。哦，按呀呀，念落去聲音就會變。係啊。哦，這以後一代的。慢出來。所以後期太後生，慢慢嚟表現。一個是錄喺蒙眼錄按的音碟。哎，對。水牛都有。哎，三邊做一華西街的，那個。華西街，我公司還比華西街殺蛇。可能愛本來一三個路線的人，不是之一。
虽然还是能爱头摆想要弹萨克斯风的梦想，是讲哪有想到会安难的多。真嘅爱改福音的大家，能盘2-3年的天，竟然盘到按轻松按自在。不过，我还有一个改现实的问题，想要问下大家。假唔难你50年，1年千位盤。哪不鸟？哎呦妈呢！哪不鸟亲我高真嘅，辉哥有一个手势，想说哪有？暗自谁拿？刚能后2-3年有發生乜嘅奇妙的事情嗎？哦，神奇的事情，充滿嘅。大概做事咧就送一盆是當神之哦，是只有一拿。送去咁多下去哦。是你就睇那盤。他爸都爸我一表演啊，演戲最重要啊！表演啊！哎呦，當台語冇錯啦。老師罵你嘛？係啊。我中意吃啊，未自己哦。真嘅哦，唔係識嚟就盤那個好啊。因為只要用氣，氣我講，那氣我講的都我較講個唔多。那頭擺學盤啊，一條嘅，個書檔啊，啊一出聲啊。他都屌絲了。講到薩克斯風，大家總有1000擔過次嘅事情好講。大家聽錯唔對，阿芬哥對薩克斯風有一份呢，一份到喺傳統腦部嘅眼嘅地方起一隻小舞台，按你自家同按多團友，都有一隻素材可隨時上台表演。好多阿芬哥講啊，講特別嘅舞台喺邊度能去搞表演係咪？按神師，用心用心。啊，你真嘅有睇下表演過？有啊，坐下嚟彈啊。哎呦，那不要親我跳舞上。哦，一下就可以跳舞。哦，啊，連下堂都咩會？哦，真嘅哦。咁你除了睇下表演，還有去別的地方表演嗎？會去教養業。哦，做志工誒。一定有一種嘅學習啦。哦，雖然可能沒以後啊，但是帶給人家歡樂哈，蠻好啦。係啊係啊，咁表演呢，還有乜嘅願望啊？還想去哪表演啊？要是能夠去多年的讀書，表演一下就有較好。秀一下，講個秀一下，台北還沒看到嘅地方。哦，一上路上過，好，同意嘛？好台北，因為後生人嗰度，咁人家一下上到路係戀愛路冇去嘅素材，戀愛路拉後生嘅素材，加到新聞頂嚟啊！哦，後生呢個你。按叫有去過哦，叫做深夜冇去過誒。新聞頂戀愛戲啊，愛路講講愛係路人家咧。邊個行咗路了？5年前去過嘅啦。假使愛路套新聞頂咯。好啊，走得咯。這邊有幾多街頭藝人呢？剛能成軍愛進攻西門町的時間，如果有一啲明星，剛才咪一啲國際化嘅名嘅啊，哦喲，係冇？有啲團名啊，錯冇？係咪？有一棟重要咧。係啊，佢都叫我同人介紹啊。六月天好像。啊，等3年呢？3年哦，6月天哦，這個哦，沒來愛考慮看。好哦，就飛燕。飛燕2次特色。特色。鳳凰哦。銀行啊，吼，有啲飛就呢種老鷹類，也吉祥鳥，也係藍雀類哦。我們請藍雀也可以啊，因為藍雀又跟詩情畫意哦，對不對？藍雀國鳥也可以啊，對呀。它尾巴長長的，很漂亮啊。哎，藍雀係咪蟲鳴山鳥？
合法，对，从三用，合法又好。啊，你讲好了变西杂事诶。感谢长北三娘，因为我长面三娘，长北三娘有三样诶，你要当起身咩？都在一百天做的。哎呀，有诶一个团名，都蓝雀乐团。好，刚才没有一个小小的对呼。蓝雀乐团，炒米三样，蓝雀乐团，炒米三样，蓝雀乐团，炒米三样，赞！有位对名伴对付如唱春献曲嘅，大家隔天當然愛伴5首歌位。是講歌譜都行如唱係老歌位，愛睇西門町表演，仲愛有後生人吞咽下盧索斯嘅曲嘅呀。嘿嘿嘿，我想到嘅，今晡日阿國能伴過嘅廣東話名曲《海發天空》。耶穌啊，我感覺，因為日本但係廣東歌，啊，唔過又有日本話又有中文嘅，啊，新聞嘅片嗰度外國的遊客，我講我一條就在，練哦，今日你唔跳嘅，好，今日應該差唔多，好，假如先練嘅哦，今日剛講那條嘅先練。知唔熟嘅係嗰啲係咪？好啊，好，假如細來練咧。有一推共同歌啦，海闊天空啊！睇過睇前你有彈過一條歌嘅嘛？唔是呢，哎呦，唔先唱兩聲啊，本來彈。除阿國歌以外嘅哥哥姐姐啊，伊哋其實學薩克斯風路能學2-3年咯。俺哋也擺過發心吼，其實那一種樂譜係伊哋唔識彈過嘅曲嘅，係廣東歌哦。啊冇想到呢，去做的呢，我本來覺得講我過慘哦，結果伊哋總可以按嚟練起來，起有嘅用勢咯。我非常期待伊哋再練加幾日的。到西門町嘅時間來演奏一條曲嘅，我形容你嘅情緒非常期待。声音不能压过，你要做配乐，它的这个咪雷哆声音就要放低啊。再慢一点，你太快了，一个哆太快了，哆，但是半拍。那半拍而已，没有多快多慢呢，没有多慢呢，那不是一拍呢，只有半拍呢。2个半拍。从上面开始不没有，我们就从那算啦。没有，是手动吗？从头，没有啦，拉手嘛，拉手不是没有对啊的，从头来。是从头还是拉手？拉手没有从头啦，因为你一段一段先起来贴过去，不要从头再过。雖然頭度嘅練習表現都係茫茫嘅，不過對大家來講，我期待西門町安尼嘅大舞台，一下嘅演奏還算唔得起嘅多，尤其係做團長嘅阿芬哥，韓國係從人開燈前景暗忡嘅當頭用嘅。我挑戰咱嘅心情就算已緊張啦，因為講表現來唔好吼，而且個面子實體又
管弦，但是不用又带进去，安尼实在有一些老亏样的啦吼。所以讲心情上上上下下就难免啦。我们只不过这种小学生哦，刚学走路，某共懂成绩很好，某共不能懂理想。可是我们是懂努力啦，就是要把它完成。好，反正人生就这么短短嘛，啊，能够做的，自己会做的，能够做的，一定要把它拿起来。你为了谱的事情，我们也各有己见，最后是终结，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进步，一直去研究，然后达到共识的地步。心情就是全力以赴的心情，然后做好万全的准备啊。那朋友嘛，总是要全力以赴来相挺他。其实大家本单的意思如汹涌，明白按激烈的讨论，如何为到爱表现出一定认真的表演本观众。只不过大家唔係專業嘅，總係睇一隻素材卡的呢。所以我今天可以前面的經驗豐富嘅街路表演嘅後生小圖師來同大家聽述。3個公拜以後進入蜜月島。嗨，哥哥姐姐，哎，能按在盲題練哦，練到用你啊？嘿，一般哦。他有挑戰。哦，大家個人會有啲嘅意見哦。我有。我同大家小見嘅順後一個講嘅寫下乜嘢？議案都嘿，陳曼琪。以後我可以按後生哦，而做一個街路兒街頭藝打鼓，有我是面按球。專業哦。啊，一擺大家我去西門町咪好，我進攻西門町啊，路強曼青了同大家稍微指點一下。剛剛在旁邊有聽了一下子，對，覺得大家可以再有信心一點。看譜的東西，我在旁邊會很想要幫你們一直打拍子。對，好像有一兩句耶，我感覺講。我卡到，對。卡脫了，你說脫了。像那這一句的哈。哆哆哆哆瑞瑞哆瑞咪瑞哆。瑞哆，對。哎，再咪了，長一點。對，沒有，對。啊，你太內行了，對，一看你就懂。經過後生小圖師曼青嘅專業指導，大家研究會破嘅，佢從天天呢都有聽到了。有打拍子啊，有下機，講嘅下機打拍子有點差。有哦，有點差哈。差多嘞。該多嘛？該多。啊，好。那個注意一下，有2個橫槓槓那個哈，一定要等它拍子，然後再吹下一個。好。對，你們一定要選真的很熟的歌，然後因為是團體，所以我覺得整齊度也是蠻重要的。對，重點哈。對，不看譜。表演一定要有肢體動作，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通過曼青分享嘅經驗同建議，大家繼續演練，咪表現到引來引穩嘅呢。哦，請台主吼，伊對眼嘅拍子有，指頭都較正確、較準啦，哦，也係最大的收益。技術這種東西其實是需要練習跟長年累月的累積。如果真的需要吸引到年輕人的話，我自己是覺得歌曲蠻重要的。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能不能讓我停留？我第一個印象的話，我其實可能不會。後生小圖師曼青有啲嘅時候，大家係冇辦法面對安用呢睇多人包中頭前來演奏，故所以家庭臨時出一啲考題，佢就係同大家帶到某啲火車站進行一場隨意嘅街路表演。
好有趣哦，在车站陪茶招，我觉得他们你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虽然没有什么人，真的很勇气可嘉。然后，当然回去还是有一些地方要修改的。对。不过伊能第一条啊，就会路起啊，呢脏脏。对。嘿，后来录音越来越松了。对对对。哎，不要退回去了，这时候就不要退回去，不要紧张。而且2楼有一个人，他已经站在那边很久了。哎，会不会有火车进站了啦？吼，他赶快出站呢，看有没有人会停下来。有人在好奇了。他们在火车站的表演之后，我觉得会让我，或是让其他观众朋友们驻足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不害怕或是不害羞的去跟观众朋友们接触，就是你要勇于表现你自己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看，像刚最后那个晚上的时候，就有一个推车的喇嘛，他就在那边，他也很开心，他其实是很开心的，可能那外表表现不出来。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他真的跟着一起唱《甜蜜蜜》。我觉得在西门町，如果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成功的。經過一場臨時嘅考驗過後，大家更加有信心，如韓國有嘅膽去面對西門町圓夢計劃嘅挑戰呢。頭都眼呢去到苗栗火車站嘛，哦，都不會咪好過同好呢吼。如有嗰個堂中啊，真嘅人嘅互動哦，很厲害哦，係啊，做得冇，係感覺去做得到。不過假使我真嘅去到西門町。大家笑哦，互動唔少，係咪？應該冇問題啊。應該冇問題哈。啊，其他如還有配方輔助嘅東西啊，我猜嘅東西啊，可能都會問一下萬青哈。我覺得要加音響、喇叭，咁有伴奏更好。有哦，那得貴了。伴奏哦，有伴奏，音樂會更豐富，多元化，請問一下哦，今日的我帶冇服裝，用我看。能這個有感覺？你能有看下表演？能喺舞台表演能做嗎？我覺得哈，色系可以，比如說好，我們今天牛仔風，那大家就是自己搭配，但都有牛仔的元素在裡面。那對，然後西裝的話，大家就有看是襯衫或是休閒的西裝外套，但每個人不一樣的顏色，我覺得都 OK。但是最主要有個元素係共用誒。好，你們可以討論套裝。我覺得後生也可以牛仔系列吧。做過後很有客家散太有特色哦。也可以啊。襯托出更客家風的話，我覺得是鄉村的那個味道。重點是要有同樣的元素在裡面，但不要是制服就好了。比如講唱歌，頭都會個舞誒，假使你有共用嘅舞誒。有伊的共用嘅元素誒，對，較多時我用嚟同觀眾小見啦，有乜個想法？我有個，我在你們餐廳那邊拔了那個黑板來，好嗎？多時啊，我感覺也可以做得，黑板可以放旁邊，有冇？係啊，好，同觀眾講。每次苗栗咧。來吃苗栗哦，下手藝做得咯。來吃賣就會沒有。對，在街頭表演的時候，
好，来，我找一下粉笔。但是想要了解你的时候，哎，怎么没有资讯？那这个时候就很重要。来自苗栗的蓝雀乐团，草米山药，蓝雀乐团，草米山药，蓝雀乐团，草米山药，棒！哦，你做对了。我今天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真的给他们到一些帮助，或是真的教导到他们。我看到他们这样子，其实也是反过来在教导我。对，就是我其实虽然是从街头艺人出身，但我是不是还有保持着那个初衷、那个热情？我当初在街头怎么样，就是让人家开心的那个点。对我看到了。乡下几日的，我们也个后生小投资，看大家对音乐爱热情，点到书都感通。移民慢前睇新闻等人物计划經驗，有工作嘅關係來源的。唔過而行係貼係吩咐大家，天初愛韓國新聞啊練習，故所以就算團練結束嘅，阿芬哥還一定人練到半夜呢。我爱庆生可能迄甜食，迄甜食唔好就无加，过会就天意就切个不足的蔬菜要加，要加紧练习啦。最叻亮点可能迄较烦恼的地方。找，你看装备一大堆，一车里面还有音响，我的无线麦克风，所有的装备全部这边。好，好。哦，出来了。东西有拿到吗？有。我是医院哦，东西都能拿到哦，在那摩托车压压的哦。哦，这个等一下。好，耶！準備好勢，大家有期待有緊張嘅對苗栗出發嘅，有見大家睇新聞等一個大舞台嘅表演會成功無呢？可能要到英國來行到練習一下，又係練咧，係咧一分鐘咯。好啊！你也一數一數的來練一下，朋友。好啊，好啦，唱舞啊，還要唱舞啊。對呀。好。來1、2、3，咪來哆，來咪嗦嗦嗦拉嗦，拉西哆哆哆哆哆西拉嗦拉。拉嗦嗦嗦咪來哆，咪發咪來來咪來咪來來哆哆哆哆來哆。大家唔願弄吃得分得秒，佢才後面把握最美嘅練習機會。如果呢規律嘅睇音符嘅節奏下，對苗栗一次4到台北去。到西門町嘍！啊，這就是西門町啊！對，太厲害了！終於到夢寐以求的地方。到了，在哪邊？準備要表演嘍，是很期待。現在很期待也很緊張哦，不曉得等一下會表演得怎麼樣呢？人來人往，太多人了。
看等按多人歌上歌下，大家咪开始紧张起来。准备到差唔多诶，我咪带等草莓山羊乐团的扛棒过来配合，提上从前为伊能大家来加油。啊，大哥，我姐准备到哪里啊？哎呀，准备表演了。我紧张嘛，高哎。哎呀，所以很兴奋吗？啊，当然。你好，我等下嘅用咩来啊？要記得望人哋嗰度睇下燒機，嚟丟一下。丢一下来。係。你肯定會要主持嘛？太快主持啊！你主持，你管做都講硬唔硬？你嚟呢這個唔好捱自強啊！來見識一下啊！來，經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是來自苗栗一群這個愛好三個植物的朋友，我們練習沒多久，那麼今天來到台北這個地方，相當緊張，也相當興奮。我們剛成立一個樂團，叫藍雀樂團。我們這群人都是年齡超過60歲了，算來圓一個夢一樣。看到大家那麼支持，非常的高興。那今天我們等一下會帶來5首歌曲。藍雀樂團，草莓山羊。藍雀樂團，草莓山羊。藍雀樂團，棒棒棒。藍雀樂團，棒棒棒。下台了就為大家直接的表演，謝謝。第一首歌曲《甜蜜蜜》大家都知道的。有那個。好期待哦。哎呀，他太急了，他太難了。第二首是一剪梅，謝謝。雖然中間銜接會有一把吼，離岸一條迄嘛嘅，本來講說當好啊，因為會也就自己以為跟他同意做，然後還有多會打破，大家講好有以後。後堂有等陣呢薩克斯風響烈，亂呢藝術三輪藝術，睇鬧熱漸漸呢個新聞燈，本大家聽到。前細數如係阿芬哥仍然立熟嘅歌誒，唔到啲嘢都判到最美藝術誒，也咪係仍然最強嘅藝術曲嘅。最後一首歌呢，是我們節目單位給我們出的難題，我們為表現得好，我們也日夜夜夜希望這首歌也是年輕人的歌曲，我們希望說，我們也跟年輕人打成一片，所以說這首歌就獻給大家，希望說你們給我一點掌聲。這一首好像是你給他們的。海闊天空這首歌的名字是海闊天空。意思本然係一條歌好神嘅歌誒，因為好多人看伊能嘅是條有喺落歌嘅嘛，伊能收得開，人家本然伊哋挑戰，唔啲一建議呢練到用人家咩個上去彈。
年，可能嗰度港澳的啊，也研究也跳舞的很有名。啊，你想讲啊，因为本也跳舞的，可能嗰度港澳的啊，也就游客，因为会行个村也係乜嘅舞的，啊，咩有比呢來演奏嘅感覺。一切按时忙按坚持，表演总算顺利完成。同时呢，让到现场蹲脚来谈给按多观众热烈的掌声。表演黑人呢，刚刚用呢，轻松欢迎，喊你有意思的，兴奋感用的，蛮高用的呢。点种的用的呢？哦，轻用啊，控制的哦。又有多多客家人哦。時間唔短，時間呢？係啊，係當到好嘅歌啊表演出嚟都冇辦法，意猶未盡，意猶未盡。啊，那個海闊天空，我有點驚訝，你演這位好呢？我都用咗老師教呢。隨便每天都11點呢。真甜哦。昨晚早上要練，下晝要練，暗晡要練呢。啊，你這個有滿意冇？但要進步的空間。堂我真的蠻驚訝的，驚訝係高高啊，路做得的呀。做唔得按當然看呢，我有時想講，喊佢全身的客家人如果看到我了的。我兄啊，一輩子啊，就跟我60歲，你有什麼可以拋頭露面的東西？沒有了，就這個機會了。我會跟他講，大概就來西門町做這個一次表演哦，優秀的。你都要，還有臉敷臉哦。乜嘅啊？敷臉啊！那不用乜嘢，我中係冇啲我想哦，我按這哦，還是按這哦，對啦，相反你唔對。哇，剛剛還會想講，剛喊一百係做得一代表演哦，會不會夢想更大呢？你格蘭大道。是哦。咩啦？新的你格蘭大道。講台大格蘭大道。係啊，噴噴總統塔。我想說，安盤都一道西哈。哦，要起個盤就盤咯。還有一口氣在啊，我就想這個。一百嘅西門町人滿計劃完成係完成呢，做得講大家都係興錯錯的。雖然兩隊嘅兩公婆能學短短嘅經驗呢，雖然阿貴個上代子孫會影響到亞洲，不過大家愛好音樂嘅心永久唔會改變。係音樂豐富人能後半生人嘅日的，咪係音樂人能都以為韓國度完成夢想嘅機會，也係人能呢頭一擺。也唔會係最尾一擺。